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106回，時間180年9月23日，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Alpha 島。蛇變後嘅海安變成半人半魚嘅形態，佢要挑戰盧氏村長嘅地位，希望擊敗佢哋，接替金敏成為啞鈴州嘅掌權人。白烏鴉盧地企出嚟同佢對戰，憑盜靈者嘅能力佔盡上風，更加斬斷海安雙手。但海安竟然可以生出由七腮海曼組成嘅手臂，更可以利用七腮海曼發電嘅能力，揮出電拳打暈盧地。盧地被電到出煙，再見啦，盧地。海安更用口壓落盧地條頸度。地仔，黑烏鴉盧天射出羽毛箭，而有全知狀態嘅海安用口撕開盧地頸上面嘅肉之後，盧地嘅鮮血不斷流出。海安邊咀嚼盧地嘅肉，邊用手捉住佢條頸，更加用佢嘅身體擋住黑烏鴉盧天嘅羽毛箭攻擊。快啲放開我細佬！好啊，俾翻個細佬你啦。海安嘅隨手將盧地向前掟落地，盧天快速跑過去抱實盧地。第一世係佢哋父母嘅盧偉同埋盧如都趕到。細佬啊，你醒下啦，細佬！小天，地仔佢已經冇咗呼吸同心跳。哎呀，當時冇諗過盜靈者都會死添。不過你唔使擔心，佢嘅靈魂都可以去轉世中途島再轉世嘅。盧氏嘅後人仲有4個，你哋邊一個想上先啊？定係睇完盧地戰敗之後想一齊上啊？我唔介意噶，一齊嚟咯！快啲完結，啞鈴州就可以快啲重新出發。你哋睇下，地仔嘅手指有反應啊，而佢條頸嘅傷口冇再流血，仲慢慢埋緊口啊。係，我仲聽到微弱嘅心跳同呼吸聲。地仔，你應下我哋啦！但係細佬佢嘅眼白慢慢變黑，依家2隻眼都全黑啊！細佬，你做咩啊？地仔啊，你快啲放開你家姐啊！盧地傷口愈合，眼睛變成全黑，完全聽唔到任何人講嘅任何說話，失去理性同埋控制咁捉實佢家姐盧天條頸，然後慢慢企咗起身，仲撐起咗盧天添。盧偉同埋盧婷好想拉開盧地，但由於佢哋2個只係青年人嘅身體，力氣唔夠成熟嘅盧地鬥。盧地同我殺咗盧天，唔好將盧天變成我哋嘅同類。地仔，你快啲停手啊！半黑半白羽毛箭趕到，快速插實盧地手指同埋手腕關節，盧地即刻鬆手，盧天跌咗落地面。細佬，你醒下啦！盧地攻擊，盧地好似完全俾海安聲控咁，一拳打去盧天塊面度。半黑半白羽毛化成羽毛盾，硬擋盧地嘅一拳，而控制半黑半白羽毛嘅就係盧鹿。今敏，盧地點解會變成咁嘅？感染咯，海安基因變異之後，除咗變成半人半魚形態，睇嚟食完唔同物種就可以得到嗰個物種嘅能力。估唔到仲可以感染同埋控制埋其他人添。目標人物：盧天，指令同化。盧地講完之後，就好似一個冇靈魂嘅人偶，目無表情咁向盧天揮拳攻擊。盧天用黑羽毛組成嘅盾去擋格。盧地仲有控制羽毛嘅能力，所有白色羽毛升起，全方位攻向盧天。盧天唔想傷害自己細佬，所以佢就控制黑色羽毛對抗。由於佢哋2個都有全知狀態，能夠互相感應對方羽毛箭攻擊嘅位置，頓時間眼前2人嘅範圍好似落緊一場黑白羽毛箭雨咁。每當盧地用白色羽毛箭攻向盧天，盧天就會用黑色羽毛箭抵擋。黑白烏鴉互相比較羽毛箭嘅控制能力，白色羽毛箭時高時低，忽左忽右，希望可以突破盧天嘅防線。但盧天亦都做咗盜靈者多年，所以2人暫時平分秋色，不分上下。除咗海量嘅黑白羽毛箭較勁，我亦都不斷聽到尖銳嘅箭齒碰撞聲音。突然間，盧地將所有羽毛箭收喺胸前，暫緩攻勢。細佬，你醒下，我係你家姐盧天啊！你係盧靈盧如嘅仔，第3任村長以及盜靈者盧地啊！我哋約好一齊管理呢個啞鈴州噶。冇錯，我同化咗你，就可以一齊協助海神。海神？係我啱啱諗到噶。
我成為海神管理大海，盧地成為地主管理啞鈴洲，盧天就做過天公負責天空，天地海每人一個區域，但全部都聽命於我。呢個計劃你哋覺得點啊？目標人物：盧天，指令同化。盧地將白色羽毛箭組成2把短劍，快速舞動攻向盧天，而盧天亦都控制黑色羽毛組成一支雙頭羽毛槍，揸實中間嘅槍柄，不斷揮動擋格。盧天，等我嚟幫你。唔使啦，等我牽制細佬，你同阿爸阿媽去對付失常嘅海安啦。冇錯，海安係源頭，唯有解決佢，地仔佢先可以回復正常。正常？我而家好唔正常咩？阿安，不如我哋再好好傾下。阿六，係我細聲定係你耳仔有問題啊？咁我講多次，你哋逐個嚟定一齊上？阿安，我哋幾個打完就決定啞鈴洲嘅命運，會唔會太兒戲啊？咁對其他嘅村民公平咩？咁你哋盧氏世襲制成為村長咁多年，又好公平啊？係我唔好將守護真相嘅重任交俾自己嘅後人，但我都係唔想其他村民要背負咁大嘅責任啫。得啦，唔使再講，我贏咗，歷史就可以改寫，一切都可以重新嚟過。阿安啊，阿六，一係我而家即刻翻去啞鈴洲，咬晒所有村民，將佢哋變成我嘅同類。咁到時我有晒佢哋嘅授權，再同你哋打，咁你哋個心會唔會舒服啲啊？盧六，人類多年歷史以嚟都避唔開戰爭，好多時呢都係少數有權力嘅人去決定大多數平民嘅命運。你應該慶幸你可以企喺呢度，成為權力嘅少數。Zero， 估唔到入到嚟都係要戰鬥。阿安，對唔住啊。阿偉，我幫你。阿哥，呢件事係因為我同 Fish 起，你交翻俾我哋去處理啦。阿偉婷婷，雖然你哋第一世係盧零同盧如，但你睇下你哋而家嘅身體，我未蛇變之前，你哋都唔夠我打。你唔係諗住而家可以贏到我啊嘛？阿安，既然你咁講，我想向今敏提出一個要求。係咩呢 Zero？ 將我同 Fish 變翻入嚟封閉區域之前，對打前組長 N 嘅身體狀態。阿安，你唔反對啊嘛？最緊要你哋輸得心服口服。OK， 既然雙方都同意，咁我唔會阻止嘅。今敏佢揮一揮手上嘅木棒，阿偉同婷婷身上就俾白光圍住，覆蓋全身。唔使1分鐘之後，啲光散開晒，跟住喺我哋面前出現嘅唔再係阿偉同埋婷婷，而係啞鈴洲創世記憶入面嘅盧零同埋盧如。佢哋換咗唔屬於啞鈴洲嘅衫，手上邊亦都拎住啲我從未見過嘅武器。對上一次拎槍已經係142年前嘅事啦。槍係現實世界嘅武器，刀、劍、箭等等冷兵器之後出現嘅武器，算係改變戰爭歷史嘅發明。Fish 擁有翻入封閉區域前打咗 DNA 藥嘅狀態，至於 Zero 就當係我俾你嘅禮物咯。我還原咗潛藏喺你身體入面嘅 DNA， 至於係咩，等你慢慢發掘啦。唔好咁多廢話，嚟啦！海安一講完，由7艘海曼組成嘅右手發電，電流流入三叉戟，海安大叫一聲，充滿電流嘅三叉戟向盧零掟過去。盧如瞳孔收細，眼睛亦比平常人較為突出。根據我之前所睇嘅檔案，佢本身係擁有深海魚類斑馬魚嘅視幹性視錐細胞同埋鳥類眼睛雙重調節嘅能力，所以眼力非常之好。但盧零本身有咩動物嘅 DNA， 我就真係唔清楚。海安掟出電流三叉戟嘅同時，盧如向三叉戟開咗3槍，精準咁命中三叉戟嘅頭同埋柄，發出耀目嘅火光。子彈嘅衝力改變咗三叉戟嘅路線，準備飛去盧零幾米外嘅空地。海安眼見攻擊落空，即刻飛出食指嘅7艘海曼，喺三叉戟落地之前咬實佢，再借拉扯之力，將自己拉近到盧零前面1米嘅位置。
有全知狀態嘅海安反應極快，配合非常柔軟嘅身體，凌空做出類似瑜伽嘅身體動作，避開盧如嘅子彈。而就喺落地嘅一剎那，海安又用充滿電流嘅三叉戟刺向盧零。阿偉，接劍！盧六複製盧天同埋盧地嘅做法，將黑白羽毛箭形成一把羽毛劍，劍身同埋三叉戟相撞，火花四散。我會盡力控制羽毛劍嘅形態，唔會俾啲電震散。阿六，你都幾多事嘅喎？海安伸長左手，企圖用七梭海曼攻向盧六。盧六雙手緊握，用盡所有精神能力控制羽毛劍嘅形狀，而盧零就握劍一斬。阿安，你嘅對手係我啊！盧零斬斷海安攻向盧六嘅左手，5條七梭海曼脫離海安左手嘅時候，竟然仲有行動能力，繼續走向盧六腳前。盧如連開5槍，精準咁擊中甩出嚟嗰5條七梭海曼，令盧六暫時脫險。海安即刻生出左手，而右手就輕鬆揮動三叉戟同盧零嘅羽毛劍對打。盧零揮劍嘅速度越嚟越快，展示出666組織成員所應有嘅戰鬥力，斬、刺、劈各種嘅擊法同埋角度應有盡有，快到海安冇時間幫三叉戟充電提高攻擊力。跟住盧零右手握住黑白羽毛劍，並且收喺左腹嘅位置，佢曲膝左腳踏前，做出拔刀術嘅姿勢，由左至右橫斬過去。海安雙手揸實三叉戟，企圖用柄硬接呢一招。阿哥，1分為2，知道。盧六緊握嘅雙手突然分開，黑色羽毛喺劍中分離。盧零右手橫斬嘅黑白長劍頓時變成純白短劍，黑色羽毛快速聚集喺盧零空出嘅左手，變成一把純黑嘅短劍。盧零雙手同時握住羽毛劍，右手橫斬，被海安三叉戟擋住。但呢一下只係虛招，真正嘅殺着係左手直刺去海安心口嘅黑色羽毛短劍。海安被盧零嘅劍刺中，不過由於只係得黑色羽毛，數量同埋硬度唔足夠刺穿海安嘅左胸。海安雖然痛叫咗一聲，但係好快就發出笑聲。海安左拳充滿電流，拉後橫掃盧零面前。如果中拳，盧零應該會同盧地一樣被電暈。盧如不停向海安對眼開槍，海安雙眼中槍，令佢左拳擊空。盧零把握機會，左右手同時出劍，準備瘋狂刺向海安，而海安佢向天狂叫。海安身上發出奪目嘅白光，兼且釋放比之前出拳更強嘅電流，猶如神話入邊雷神使出電擊一樣。盧零即刻跳後幾米避開，盧如盧六走到佢身旁，遙望放完電嘅海安。同一時間，被海安操控嘅盧天同埋盧地繼續不分上下，但二人各自射出羽毛箭嘅速度有所下降，證明兩個人都漸露疲態。1打3，不如2打4啊！盧地過嚟。海神知道。盧地聽到指令之後，就即刻放棄攻擊盧天，衝過去同海安會合。海安雙眼慢慢愈合，將身體入邊嘅子彈逼落地。咁呢一招，你哋又會點應付啊？海安突然消失咗喺大家面前。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2季小島篇第106回賭局3。阿攝飾演阿達，斯芬飾演盧六，鄧天樂飾演盧偉及盧零，Crystal 飾演盧婷及盧如，Kitty 飾演黑烏鴉盧天，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Ann 飾演金敏，Potter 飾演海安。編劇及製作阿攝，音樂 Beat Friday，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